大家好，我是郭英瑜。我即马是一个演员。这是我平常时工作会用到的片仔嘿，去病院甲小朋友耍。你足缘投的呢，足高的呢，足高的呢，讲足高的呢，你足高的呢。接触表演差不多5档啊，电影、舞台剧拢有搬过。领导讲袂重男轻女，我感觉安尼会害阮小弟一世人。你敢真正要去读私立操雕？你爱我寄公批互你，这就是。你对恁某、恁囝拢有责任，并且咱老啊，咱有排足侪担袂牢的包袱啊。我是郭英瑜。